係我 Twinkle 啊！親愛嘅大人，你仲記唔記得你細個嗰陣想做咩啊？做魔法師，做太空人，開一間糖果鋪。而 Twinkle 我細個就成日想住喺星星上面，周圍都係閃閃發亮嘅夢想。但我發現大人越嚟越大，好似就越嚟越唔敢再發夢啦，會話咁唔實際啦，又或者都幾十歲啦，做咩嘢發夢啫？ Twinkle 聽到呢啲說話，其實有啲唔捨得，唔係唔捨得你變大，而係唔捨得你忘記咗，原來你可以選擇相信夢想，唔一定要放棄。你知唔知，其實你而家都仲可以發夢㗎，唔一定要好浮誇，唔一定要做全世界第一，但你可以問下自己，我內心有冇一樣嘢我一直想做但未試過？我想成為一個點樣嘅自己？你可以想象一個你最開心、最自在、最做返自己嘅版本，然後慢慢走向佢。Twinkle 知道要實踐夢想，其實有時真係會驚，會唔知點開始。但我想話你知，行一步都係一步嚟㗎，唔好睇小一個細細地嘅行動，因為好多時轉變就係由嗰啲微細嘅一點點開始。例如寫低你嘅想法，搵一個人傾傾，報一個你一直想報但係一直拖延仲未報讀嘅興趣班，甚至只係答應自己我會俾一次機會自己試下。有啲人會笑你不切實際，但 Twinkle 想你知，最了解你自己嘅人一直都係你。你心入面嗰份渴望唔係任性，係你靈魂嘅指引。你可以行得慢少少，但係你唔應該放棄。夢想唔係一個目的地，而係你每日選擇行向邊個方向。你越行近自己，就越會發現，原來夢想唔係遙不可及，而係一種狀態，一種你活得好真、好亮、好自由嘅狀態。Twinkle 成日都會諗，如果有一日你真係實現咗你細個嗰個夢想，你會唔會攬住以前嘅自己講，我哋冇放棄，真係做到啦？呢個畫面淨係諗下已經好感動。所以啊，大人千祈唔好等得閒先開始，唔好等搞掂晒先開始，就由今日起做一件細細地但可以令你個心不停卜卜跳嘅事。Twinkle 會喺你每一個勇敢轉身，每一滴努力汗水背後，都靜靜雞咁為你拍手。你會發現，夢想唔係一定要飛得好遠，而係你唔再離開自己，終於聆聽翻自己嘅心聲，翻嚟自己嘅心中心。加油啊！我相信你一定得，永遠支持你，你嘅內在小孩。如果你今日聽完 Twinkle 嘅聲語，覺得有啲溫暖，有啲被療癒，咁就記得俾個 like 啊！記得訂閱 Twinkle Star Whisper 星語夢之聲頻道，我哋每個星期都會出新片，陪你同你嘅內在小孩傾偈。撳埋個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下一集啦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都需要被聽見，需要被愛，不如 send 俾佢哋啦，可能就會照亮咗佢哋嘅世界。記住，你係值得被愛㗎。Twinkle 一直都喺你心入面閃閃發亮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